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天王黎明嘅情史，重點要回應大家最關心嘅問題：前妻洛基兒到底係咪真係花咗佢好多錢？開始前提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首先講黎明幾段最出名嘅感情，早期同舒淇拍拖7年，當時都係金童玉女，可惜因為家庭同輿論壓力，最後都係分手收場。之後就係同洛基兒，由2005年拍拖到2008年備婚，再到2012年離婚。呢段婚姻一直都被外界講係最使錢嘅一段，好多人傳洛基兒離婚攞咗7億幾，其實真係誇張咗的。根據當時報道，離婚協議入面，洛基兒大概攞到5000萬現金加3幅海外物業，加埋大約1億1左右，係雙方協議好嘅贍養費，唔係亂花亂賀。至於成段關係入面，黎明送豪宅，支持佢創業，婚禮同日常開支，呢啲係事實。媒體統計嘅數字確實好大，但唔等於洛基兒敗光佢身家。之後洛基兒都有出嚟回應，話自己離婚之後靠自己做模特兒，做生意，經濟獨立，唔係淨係靠前夫。黎明之後同阿穎組建家庭，生埋小朋友，生活低調又幸福。成件事睇落，其實只係一段正常嘅明星婚姻同離婚安排，只係被媒體放大咗，先至有咁多誇張版本。你哋覺得黎明同邊一任先至最襯？當年你有冇追過佢哋嘅新聞呢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條片再傾。